要问斩。多亏恩官陈金丝苦苦保责，死罪一免，获罪难容。将功便为杀头为义，事故一路而来，众家藩王一个个要与孤王比试较量。事故手持9981斤，定堂报道，莫就我说。说了说不录，众家藩王一个个马前归顺，受不了二位皇娘众家太保，每人在这杀头国中朝朝一年，夜夜生活，好不洒落人也真的是红尘一点不到我吃
却怎么知道呢？臣叔父到了。哦，臣安官到了，吩咐排队相迎。排队相迎。
有学生大礼参拜。慢来慢来，你乃国王救命恩人，你当受主一拜。我就不敢。太保，替国拜谢你陈叔父。是，臣叔父在上，侄儿大礼参拜。启长礼。岂敢唐王将安？我知安泰满朝文武有手本文后千岁敬安，有劳他们言起康酒来待顾于恩官大战，这就不敢。至此太保代劳，是酒宴八将。
臣叔父押解知报而来，万平父王发命救我愿。你父王可曾发动人马？父王不但不发人马，反将孩儿推迟去战。何人保奏？臣叔父保奏。我儿到此何事呢？万请二位皇娘顺势父王发命救我愿。好，我儿先行一步，为娘随后就到。哦，是。白条。我说姐姐，城门关来了，咱们到前头
齐父王二位压花。皇什么？二位皇娘呀，我见对他们去世，有长安的贵客在此，稍事退让再见。哦，是啊，贤弟，贤弟，二位皇娘，父王言道，今有长安贵客在此，稍事退让再见。怎么着？他不见吗？正是。我说姐姐，咱们先回他，给他留会儿脸，显美气。来吧，聪明皇娘言道：“今儿个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”所以你落过来了。
边，国王也曾发下洪誓大愿，誓不与唐王直立报效。如今哪有人难与他结为，不能发兵呢？我说大王，俗话说得好，臣不计军国，子不计父仇。别管怎么说，当初长安关救过咱们的命，咱们冲着长安关也该发兵啊！不能发兵啊！你既不发兵，就不该收人家礼物啊！啊？什么礼物啊？珠宝啊！至宝乃是陈文官送与国王的，与发兵什么相干呢？哦，珠宝是送给你的。那么凤冠霞帔呢？这凤冠霞帔嘛，也是送给你的。国王糊里糊涂的日了苦了啊！哟，我说姐姐，这老头子炸酱炸到咱们姐儿俩头上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也有我们姐儿俩的一份儿。干脆你给我发兵！你们妇道人家，不要再次打搅。哎，姐姐，他说咱们俩在这儿打搅，不成，我得问问他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说什么？你今儿敢给我说三声不发兵吗？啊，三声？万神是三神，就是30声，300声，有待何方啊？好，你给我说这第一个不发兵。这说呀，说呀，你说呀！一国不发兵啊！我真敢说呀！姐姐，都是你惯的。过来，过来！你给我说这第二个不发兵。哎呀，这梁国嘛，说呀，这梁说呀，你说呀！梁国不发兵呢？这老头子可真敢要菜呀！啊，卢爷，跟他去就你给我说这第三个不发兵。3国。哎呀，这3国。说呀，少是一步说吧，呀！少是一步吧。天帝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，不能离开。你说呀，这3国嘛，这3说呀，这3国。说呀！今儿当着大家的面儿，你可要把话说清楚了。你说呀，你说呀，这你说呀！这3国，我到底不发兵的。哎呦！就说2位皇娘挂帅，带领沙陀国45万
为前传孙琦，带领沙陀国45万蛮汉美将前去升唐灭超，明日教场听典，来走便马吧，倘若来袭，剃头来呀见。太公，我们商议商议。太公，回来，我们商议商议。咱们爷俩没什么商量的，明儿啊，下个别迟到啊。
楼下山大探，被见回跑，奔跑！今有唐王命陈敬思押解之宝，去往沙陀国，特来报之啊！再看啊！快马一起下山！
气没了，朕今思前来搬兵求救，国王也曾发下宏誓大愿，誓不与唐王吃力报效。如今哪有人满与他加位？偏偏就有两国夫人见了之报，一个要发兵，一个要挂帅呀，糊里糊涂的把这个先行就怒到谷底头上来了。您这是吉星高照啊！本当不顺他们的将领，怎奈国王的家法厉害的紧呐！家法大似国法，无奈只得前去。来，带马！哎，好嘞，那小子你干什么呀？给千岁爷带马呀！这马你带得着吗？我怎么带不着啊？你说我揍你，我还揍你！你这小子，你们当着国王的面前就是这样吵闹的吗？老千岁，您听我说。白千岁，您听我说。再说，我给你个嘴巴。哎，老千岁，您听我说。但是我是马褂，他是马牌子。老千岁出兵打仗，这马理应我给您带呀，他带得着吗？他这不是胡八戒差事吗？你不是看守宫殿的那个老君吗？哎呀，老千岁，您那好眼力呀！到此则是。老千岁出兵打仗，我伺候您鞍前马后。看你偌大年纪，在宫中吃碗安乐茶饭吧。得，您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我这一腔伤我的精神都给打消了。像我们这做下人的，理应报效国家，在家里吃碗安乐茶饭，那又对得起谁呀？不是肉，两军阵前，刀枪无烟。倘若有事，岂不白白地送了你一条老命啊？老千岁说哪里话来？有道是两国交锋何惜命，人不该死自然生。我这个人，他一生一世就是不怕死。真要是战死在沙场，我还落得个报效国家的美名啊！哦，听你之言，你不怕死？不怕死。不愧为是全国文手武手，京剧名家，是漂亮的。就让你带马，带马。哎，那小子，瞧这多体面！
听令。前后营，有左右营，有众家太保，在信息。本帅出殿大卯，信息为何不到呢？启禀元帅，天气炎热，父王开挂来迟，望元帅宽限耳目。好，吩咐在旗鼓听典。得令，旗鼓听令。前后营，有左右营，有众家太保，在信息。怎么着？本帅连点二老，信心竟敢不到吗？皇娘千岁年迈，望皇娘宽限三谋。有承恩官，您快请坐，您请坐。太保，吩咐旗鼓，咱们单点信息。起鼓。信息，未到信息，未到信息。未到太保，布某牌挂出。哎呀儿媳们跑跑，儿郎走过杀气刀，来来银门向南瞧，嘿嘿。木某还挂是人，小糟父王，你误了啊！下午4点我就来剧场了，怎么误了？元帅你冒起了。误了谋了啊！这也算不了什么。王李同宾将我二位皇娘吃来迎接于我。哦，是，都误了卯了，还耍角脾气呢啊！启禀元帅，父王言道，叫2位皇娘施掌迎接。怎么着？叫我们姐妹二人出帐迎接吗？正是。哟，我说姐姐，这个老头子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，他还端架子呢。太保，叫他报门而进。得令。父王，元帅要令，叫你报门而进。叫哪国报门？叫你报门。呀！孤王是神的洋人，岂肯与你们告门？人马是孤王的，发兵不发兵，尽在于我。走，回去。哎，老爷子，您别回去啊！现如今兵权大印在2位皇娘手里执掌，您要是抗命不尊，2位皇娘的尚方宝剑对您那可不客气呀。放了吧！谁反了？放了吧！
情大，事情大，事情大。我知道，下面站的可是先生啊！老爷子，人家问下来了。是我这个先生，我是捐来的，不是运动来的，还是你钦派的呢？不错，是我钦派的。可是本帅连点三脑，你往哪儿刻了？国王料理宫廷之事，来迟了一步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少顶，少顶！这个老头子当着面儿说瞎话儿啊！宫廷之事，昨晚上我们姐儿俩就料理完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看我们姐儿俩挂帅，分明瞧不起我们。哪怕用的说，来呀，退出去，斩了！哎呦，这大家伙了！大贤妹，待我杀不得。哎呦，我的傻姐姐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你也不想想，你是谁，我是谁，他又是谁呀？有缓。我要是把他给杀了，咱们姐儿俩可怎么办？来呀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容，给我重责40。哎呦，放心，一下也打不着。启禀元帅，父王年迈，孩儿情愿提速什么事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我说你这个老头子，
说的。你且讲来。但是昔日桀王宠妹喜，纣王宠妲己，幽王宠褒姒，本朝唐明皇宠爱杨贵妃，这个都是好酒贪杯的前车之鉴呐！哈哈，看你不吃还一肚子的历史啊！我肚子里头都是墨水儿。你可曾听见？听见什么呀？二位皇娘，此我1000兵护卫军，以为度酒饮，这个假日不孝啊！哎呀，老爷子您呢听明了啊？二位皇娘赐您100名老弱残兵打入后队，这个比撤职那也强不了哪儿去。哎呀，我也瞧出来了，我这个差事当不当的也没多大意思嘛。哎，那小子，怎么着？你不是要带马吗？是啊，这马我让你带了，我呀不干了。回来啊！你这个人怎么势利眼呐？不是我势利眼呐，您想啊，我是您这个组织的，您都退休2年了，我还不辞职吗？什么？我退休2年了？2年了。我退休可不退岗啊！您这真是老当益壮。是啊，咱那师兄弟儿，上海经济院的李军，他也在唱苏联寨啊。哎，是这么着啊？今儿个当着广大观众，您不是退休不退岗吗？啊，您要为广大的观众多唱几出杨派的好戏。你可曾听见？听见什么呀？这些个太保只可以兴国为亚，设国列亚。若论交锋打仗，还要不忘我。怎么着？若论交锋打仗，还得是您。不错。哎，可是这么着，待会儿二位皇娘要是有大令调您的时候，您可不能再耍角脾气啊！什么头疼了、脑热了、嗓子不得劲儿了，那可不成。时间，带马，给您带马。叫你父王前来会我。一派胡言，看策。
孩儿秉持知连寨，有家在之，名叫周德威。此人十分骁勇，将孩儿杀得大半。哦，是他言道，但叫我父王是吗？怎么着？单叫你父王出马吗？正是。哎呦，我说承恩官，我们老头子还真有点名气呢。太保，拿我大令，把你父王给我提溜来。何理？哟，我说承恩官，待会儿我们老头子来了，你可千万别顺着他，我拿棍儿一击他，管叫他出马。您呢，就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我打你！三山一门下我报。这样引起为哪条？天地，啊，行了，起来起来！啊，这是客位。哦，这是客位，先帝请来上座，好，先来上座。又承恩官您这儿来，我们老头子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是一点规矩都不懂，都是我素长素绑的管教不严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您快请坐，您请坐。在这里还有个人你怎么也坐在这儿了？这又是什么座位？这是帅位，你哪能坐呀？这是客位，这是帅位。国王，我坐在哪里呀？你呀，到那边戳着去吧。哎，那边就那边，家务常理。大人呢？您坐这儿吧，这儿开着空调呢。花落天来何时啊？叫你前来也没什么事情，咱们俩谈谈心。哦，谈谈心，好，我们就谈谈心。告诉你一桩稀奇的事，什么稀奇的事？众家太保路过珠帘寨，遇见一家大王，他叫什么？周德威。对，周德威，把太保们都给杀回来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呀？不足为奇。他呀，还单叫你出马呢。哎，你敢会他吗？无名小辈，会他又在何方啊？如此先行天力啊！赐你一哨人马，大战周德威，得胜回来是另有好处。国王只晓得冲锋打仗，论功行赏，什么叫做好吃啊？哟，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连好处都不懂。不晓得。拿耳朵来，我告诉你。哦，哈哈，你骗了国王也不是一次了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前，实讲实来，国王才肯相信呢。怎么着？一定要说出来吗？一定要是。说就说呗。等你得胜回来，给你预备一桌的酒席，我们姐儿俩陪着你，一边喝着一边聊着。你活了
就是不吃你们的酒啊！天罪，得胜回来，说身背对有酒，与千岁何功？贤弟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，不用你管。又传您这儿来。好。他呀，不是不去，他是不敢去。有道是这珠宝是越老越值钱，这人要是老了，可就不中用喽。俗语儿说得好啊，人老珠黄不值钱。是啊，老了。老喽。你们是哪个老了？说你老了，说你老了。国王我人老心不老，你是知道的。老别胡说了，有道是他们父老兄心在这年迈人，力刚强。你敢会他们？你哪个来人？老子老鬼去发牢，上阵这匹马虎刀，谁知国王不老，胸中的草流直如刀，长王的额头不吐刀枪发来，是一匹土地998一斤长刀，你让他就业好才好，得阵回来活活功劳人来与人也，天门与人高。混混三口，启禀皇娘，小人愿讨战鼓一面，去到两军阵前，与老千岁助军威。好，赐你战鼓一面，两军阵前多加小心。得令众军中战
9981斤定堂报道，愿将之宝留下。你若不审，你便怎样？平阳贵臣以你，丈夫一言，岂能反悔？各传两令，各传两令。好了的，押至镇门去。
金钱一面，哪家射中金钱，方为英雄好汉。如若不中，愿将至宝留下；你若不中，你便得将愿归顺于你。但不知哪家先射，然是某家先射。孤王若是先射，就无有儿的分量了。你且高看着。射中金钱，一切射来，二战灭了。人儿就是汉的王，相由起来又有何妨？眼前只见红光亮。老爷子文化为哪桩？慢慢搭上是红风。老千岁，够了，够了！哦，高了，高了，哎呦，又矮了，又矮了！高了又高了，矮了又矮了，叫你八公都动不动了。看不见今天在哪家，谁家头来呀？是家门。漂亮！突然有你上胸膛，而为何听见不射？虽是孤王听见不射，想拿金钱乃是私物。孤王射一货物，你看如何？疆场之上哪里来的火